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初9，箴言13章6節9節安尼講：公義保護正直的人，消福敗壞有罪的人。義人的光為明亮，歹人的燈會熄去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所行正直公義，所做是光明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聖潔公義的上帝，你是永活永在的天父。你的名在全地到這懸大，我要來高舉你的名。你的權能遍滿佇通世間，我要來到你面前，向你跪落敬拜。主啊！你監察人的心，知影阮的心思甲意念。你予萬有因為你來建立，要互佇你的恩典中來活。願要感謝你無煞。主啊！你是顯明公義的上帝，你也愛阮行佇你的公義甲光明中。主啊！因為阮知公義保護正直的人，邪惡敗壞有罪的人，義人的光會明亮，歹人的燈會熄去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